地人在地前来看森林大比的西镇社区，因为徛伫个6条河川甲大圳的交界，常常咧做大水。结果长期发展落来，这个社区内一寡防治淹水的工程甲设施，所变做在地特色。 这是森林大鼻乡的西镇社区，自古早就常常做大水，甲枪采伫遮成为枪会补水出去，用这来表达在地人的心声。用大象起来，就是讲伊个吉祥物会补水，所以我们要甲补水吼，争平安。大概淹水，社区的环境就互破坏一届，久来就会定本数。社区发展协会伫咧10多年前开始文书调查，甲这个空间拢变做故事公园，这个成就嘛，互因摕到国内外袂少比赛肯定。总共有做超25地公大细地。公园内底砖塔拢是根据在地故事来设计，而且真侪动物的雕刻，其实拢是在地人亲手做的。鸭，还有一些小青蛙。 这边都是我们自己把它捏塑出来的。发展协会嘛替游客规划袂少体验活动，过年期间邀请大家来西镇社区行村体验农村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